不过你道歉我就得接受吗？杜小姐，你哪儿来的自信啊？雷先生，看样子雷总有客人啊。雷先生，这个女孩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呢。雷总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先走了，雷总。雷先生，那我先进去了。雷先生，我要跟你说2句话。我不是说了我不想见你吗？你为什么还不走？上次的事情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就自己乱做文章，对不起。杜小姐，你上次拦在我的车前就为严静静说话，我还以为杜小姐是一个多么有原则的人，现在眼看要吃官司了，立马变了副面孔。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你以为我来跟你道歉，是因为我害怕你找我麻烦？难道不是吗？这大晚上的，你在这儿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你不会告诉我你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吧？那未免太可笑了吧？雷先生，我来道歉，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做错了事情，我才知道您换掉严静静是有您自己的理由和原因的，是我太天真被她利用了。不过你道歉我就得接受吗？杜小姐，你哪儿来的自信啊？照你这个理儿，杀人犯杀个人，道个歉就可以无罪释放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有钱人就是矫情。出去等你。哎，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一朋友，他是学建筑的，最近找工作呢。我听说雨天下面的博远不是在招人吗？你给个应聘的机会呗。能让邵医生开口求人的人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？是那个女孩吧？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是我们俩在一起还没多久呢。没多长时间就开始为别人找工作了，啊？看来他把你迷得不轻啊！别这么说，小苏，人挺好的，挺单纯一姑娘。单纯，单纯也许只是她的表象吧。专治你这种头脑发热的傻小子，保不齐哪一天啊，你就被这个单纯的姑娘给涮了。哥，你这是对女人有偏见啊！你不能因为你周围都是一些莺莺燕燕的，就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吧？帮不帮？简历留给我，我去跟博远打个招呼。哎呀，谢谢哥，我交接班去了。